OK， 明唔明啊？明就出去啦。坐低啦。有咩事？我想問咧，如果炒咗科點算啊 retake 咯。？retake 又使幾錢啊6000啫。6000咁貴？貴啊！炒夠2科有 discount 㗎。再唔係啊，要埋班 friend 咯，同你一齊炒，三人同行，二人收費啊。OK。明唔明啊？明就出去啦。走，你係想啊走？你一科收我6000，我買埋部 iPhone 俾你都唔夠咗啦。人哋有一成大學都係收3000，你收我個 double， 連火雞大學 double major 都免費㗎，你收埋人命咩？星恒致力要求學校減低 retake 費用及重設重考制度，減低同學生活負擔。星恒